大家好，最近發生咗兩件關於貓嘅事件。第一件呢就係佛山九宮有一間飯店整龍虎鳳，佢虎嘅部分就係用咗一隻白色比較靚嘅喵，結果呢好多人就對呢件事非常之反感啦。第二件事呢就係一班愛貓人士將成千隻喵攞去清遠一個水庫邊間放生，結果有一部分貓因為驚慌過度跌咗落個水庫裏邊，有一部分仲浸死咗添。今日我就結合呢兩件事，同埋現有嘅法律法規，結合國內國外嘅一啲數據嚟到分析下貓到底應唔應該列入到食用嘅名單裏邊。首先我哋睇睇相關嘅法規嘅情況。根據2020年頒布嘅國家禽畜遺傳資源目錄，裏邊有33種可食用嘅禽畜，但係就冇包括貓狗嘅。然後再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畜牧法第68條，上面規定未經檢驗檢疫嘅禽畜產品不得出廠銷售。雖然都有一個貓產地嘅檢疫規程，但係呢個針對嘅係飼養嘅貓，而唔係一啲流浪貓或者係商販收翻嚟嘅貓。而且各地嘅動檢站亦都極少會提供檢疫貓嘅業務。所以從法規上面嚟睇，其實就係唔允許食貓同埋狗嘅。好多人就會問啦，既然法律規定唔准食，點解仲有咁多人去拖喵食喵呢？其實呢個就涉及到一個執法嘅資源力度傾斜嘅問題啦。時間做嘅監管餐飲業嘅主要部門，佢喺各個地方都係不受待見嘅，佢嘅人員同埋資源都俾其他部門佔用，佢哋平均係一個執法人員係要監管400-500甚至500-600家餐飲企業。喺咁嘅人手配置下邊，你要佢哋大範圍有力度咁去監督你啲銷售貓肉嘅行為，基本上係冇可能做得到嘅。而且除咗貓肉，可能仲有狗肉或者係其他目錄以外嘅動物，包括竹鼠啊或者蛇啊、青蛙啊，甚至其他野生動物等等。而另一方面，喺中國嘅有啲地方確實係有食貓嘅傳統嘅，包括珠三角地區，好似前面講嗰個龍虎鳳呢味菜，其實可能幾百年前已經存在緊嘅啦。所以而家食嘅人唔多，但係到咗秋冬嘅季節，總有一部分人會有需求嘅。首先聲明，雖然我係土生土長嘅珠三角人，但係我至今我未食過貓肉，因為我曾經都好中意貓嘅，所以我就從來都冇食過貓肉嘅。因為呢個係有一定歷史嘅傳統。對於呢啲傳統嘅嘢，我覺得我哋應該要抱住尊重嘅態度去評價佢。然後我哋再睇睇國內外對貓呢種物種對環境影響嘅一啲分析。首先我哋睇睇丹麥嘅一個研究，呢個研究係對野貓同埋散養家貓嘅研究嚟嘅。佢主要係研究呢啲貓佢嘅活動半徑、活動嘅時間。我哋睇下邊呢個表，睇名唔緊要，我哋直接睇結論。佢嘅研究結果就係貓每日出門嘅時間大概係5個鐘左右，活動距離嘅中位數係2.4公里。活動範圍嘅中位數係5公頃，活動範圍5公頃係咩概念呢？即係話呢個就叫做領地。假如佢係肚餓嘅話，佢可能喺幾日或者10日8日裏邊，將呢5公頃裏邊嘅食得嘅嘢，包括老鼠啊、雀啊呢啲嘅，全部食晒。然後我哋再睇睇美國同埋加拿大嘅研究，先睇美國嘅呢幅圖。呢幅圖顯示嘅就係美國嘅野喵同埋散養喵每年造成鳥類同埋哺乳類動物嘅死亡情況。佢嘅結論就係呢啲喵每年造成13到40億鳥類嘅死亡，63到223億哺乳類動物嘅死亡，兩種動物嘅死亡數加埋中位數接近150億。再睇加拿大嘅，加拿大因為佢貓嘅數量相當於美國嘅1/10，所以佢俾啲貓族嘅鳥類嘅數量係2億隻，亦都係相當於美國嘅1/10。然後我哋再睇睇中國嘅情況，中國嘅情況其實同美國差唔多幾多，因為中國嘅流浪貓嘅數量係全世界第2嘅，美國係第1。所以中國嘅散養貓同埋流浪貓每年捕食嘅鳥類係26億到55億隻，捕食嘅小型獸類每年係36億到98億隻，亦都係一個相當驚人嘅數字。仲有一個更嚴重嘅情況就係喺一啲島國裏邊，貓係會造成一啲當地生物嘅滅絕嘅。我哋睇睇澳洲、新西蘭同埋夏威夷有啲情況，有啲國家同埋地區都係有啲島，所以喺佢哋嘅動物嘅進化過程當中咧，會有好多有本地特色嘅動物同埋鳥類嘅。但貓嘅出現就造成咗一部分動物，尤其是鳥類滅絕咗。呢幅圖裏邊嘅咁多種鳥類，就係呢啲島上面滅絕嘅鳥類，佢哋嘅滅絕都係同貓嘅捕食有關嘅。以上呢啲資料都係嚟自南京大學李中秋嘅一篇研究報告，可靠程度係相當之高嘅。由上面嘅研究我哋睇到，其實貓對於一啲小型嘅動物、小型嘅鳥類係會構成一個好大嘅威脅嘅，因為一隻貓佢嘅捕獵技巧係非常之高超。下樓上樹都係小兒科，連飛開嘅雀、蝙蝠佢哋都可以撲落嚟。我記得以前有啲人屋企有啲貓唔想要，會將佢掉去啲基地裏邊，然後啲貓就喺基地裏邊自己捉老鼠，
甚至可以捉到魚嚟食，基本上都唔會死嘅。所以好似開頭講嗰啲被放喺水庫邊間嗰啲貓，只要佢唔係病死或者浸死嘅，一段時間之後，佢哋就會將呢度一大片區域裏邊嘅鳥類、哺乳類動物，甚至啲蜥蜴、四腳蛇嗰啲，全部都食晒。對於嗰片區域嚟講，其實係一個生態災難嚟嘅。喺全世界，其實對於你啲野貓點樣去處理，都係一個大難題。喺美國、歐洲好多都係通過捕捉，然後進行安樂死嗰種方式嚟到處理嘅。而喺澳洲，由於貓對佢哋本土嘅物種影響實在太大啦，所以佢哋有段時間係更加簡單直接就係派專人去撲殺。而喺我哋中國，其實係有一個好有效嘅辦法去處理呢啲問題嘅，就係規範檢驗檢疫、規範屠宰、規範食用。呢種方法既可以解決一個無法監管嘅難題，亦都起到一個保護環境嘅作用。多謝。